观众朋友，今日一个项目，把我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有一段时间无一个点点的看下一本书，同时去了解一件事情。而家我哋虽然讲天脑龟发达，好尤其係我哋用路上面的自信改多，但是其實一到自信地步，我哋免疫看到後來，其實乜都冇學到。尤其係對於我哋故鄉嘅事情，我哋菜地嘅事情，唔可能喺天腦地步都冇看過。我哋今日要收嘅係第6對雜誌，也6對雜誌睇我哋6對地步算是個有一啲歷史嘅一啲雜誌嘅。我哋今日要想到係我哋嘅沙莊。文蘭人沙種落到現場，我哋如果係搶高講，有6對雜誌，而都係形容嘅一邊呢，同時嘅地方有乜嘅特別嘅地方，我哋馬上幫你見唔見沙種蘭人姐來到現場，蘭人姐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6對文教基金會出版嘅6對雜誌嘅沙種文蘭人。係。蘭人姐今日訪問來到我哋現場嗬，因為頭我哋已經有講到講，其實6對雜誌聽可能6對裡邊算是個有名嘅一個雜誌啦嗬。我係先想問一下講，因為6對雜誌當初，嗬我文教基金會做乜會派呢6對雜誌咯？一個歷史個叫嘅，如以前那個我哋6對忠義祠透過基金會嘅理事長，希望出一本書啊嗬。可以本他個人來寫嘅啦，佢寫作者哦，不限我哋台灣嘅客家人，外國嘅客家人也可以，喺老輩嘅客家人也可以寫。你寫唔嘅故鄉嘅事情，寫文學嘅也好，鄉土嘅也好，語文嘅也好，乜個都好嘅啦。而編嘅13期，而嗰10萬哦，自己寫又係要稿，請人來寫，要稿。他們寫出版啦，全部都要花錢。咁我裝過去啦，嗰時出咗13版以後，13集以後哦，伊都咁多講，也唔係投入啊，唔係一定人可以做上嘅啦。嗰時都好尾時間，6對透過基金會也有聽書啦，6對文教基金會也有聽書，個6對嘅特別嘅名橋咖啡也有聽書，都出錢啦。伊都話咧。個辛苦裝了13期，13集，而家出13期嘅時間，冇講個天氣啊，而啲咁樣講個啷嚟用啊，佢唔判得啲人啊，都任意嚟做，做以後都改版變啦，2站嘅出一次，之前都冇天氣，後來變成雙日看，雙日看做嘅嘛，又過橋嘅又文化都在做落去，後來嘅鄭秀熙教授，頭先係講嘅鄭秀熙教授啊，伊咁我都跟攏係啦，可是已經係冇能力的。由於74年嘅時間，6對豐原嘅沙長阿邊個總正平先生嚇，可能嘅推行嘅時候，可能都冇用嘅啦。不過阿邊個有啲人專業喎，即係嘅人國文系畢業嘅，國文咧畢業嘅。伊講咧，只要做一個6對雜誌人嚟啦。如果上網做一個談話，好上咧有體力，又有呢能力。如果只是談嘅話，都籌備了1年，1年，75年嘅時間開始正式發行6對雜誌。一個6對雜誌一發行，一個做都做好啊咧。嗰時都正式同行政院新聞局登記。那個是封公嘅又冇錢咧，嗰時有上到。做唔得再編落去，嗰時都揾人編啦。揾人編嘅時間，當然會改風格啊嚇，都會改個商業刊，2站嘅出一版嘅咧，個唔係。但是商業刊哦，從報紙用嘅樣，雜啲嘅樣，個內容過少啦，又過泡啦係。編嚟編去，要都講，要佢來嚟要冇能力嘅，要揾人編。主要講總編輯嘛，我研編嘅時候，一般講6對雜誌嘅革新版，編嘅機器吼，要改改嘅，一般講要揾個研編嘅，我研編嘅時候題目都改過嘅，因為6對雜誌新境界啊，要編嚟下去啦，編嚟最主要我哋冇錢啦，要講實在，因為我哋6對文教基金會啊，我哋啲錢哦，要靠我哋董事同監事。揀啲錢啊，
无如讲嘅同伊募款安尼啊。我说全部摕下做下个事情咧，迄每时的酬劳比如风光安尼啊。我说你做唔可以，哎呀唔会做诶，总要办高中啊，有看唔下去啊，一般都讲哦安拢系安尼，这即个安尼过。看唔落去人，表唔下人讲，表唔下人，你会任伊来做啦。中央发高中，你任伊来做，做诶，伊讲爱做，都冇做到，冇做百唔开安尼啦。伊讲我唔做，唔做，俺冇做百唔开。唔免讲唔会做，实在讲太可以啊。我说伊讲唔会做诶，个邱坤发老师同个郑和生老师啊，有咩都讲有三唔得啦，有任伊来做安尼啦。做诶经验。伊讲哦，我哋咩就是讲，一个吼，替的，佢差不多跟男的演员咧，你去采访啊，你按个时间呐，要写，要编写，个有风光的呀，这是冇薪水的。真是从期都按谈过了，真是发现到讲，伊的插枝真的冇简单，吼，尤其係讲。唔係講經費按充足，真係大部分你風光啊！因為我講的真係只有你石頭要做這個石頭，可能真係要有限的時間，那一排訪問，過來又下又一變，想想摸一下吼，咁後來難人這安全股嘅工作，唔係後來我變沙狀咯。唔係，因為我算睇幾時嘅，算董事裡邊，我哋沙狀嘅董事選出來嘅啦，董事裡面算。資歷啊，夠長嘅啦，這個時間夠長嘅。其實吼，咱現在吼過生意啦，伊這個係藝文人士啦，伊唔要講有冇資歷過生，其實咱現在文章寫一定吼，嗰種人講，因為講有按人嘅文采，然後嗰種人推薦伊做沙狀啦。嗰種這個其實做沙狀以後啊，唔好感覺到講，從入去綠隊插枝，因為頭先有講話，其實每個人冇叫人嚟變嘅時間啦，吼。伊係要人哋講走向，吼，也風格都完全冇同樣。咁喺即個接沙狀以後，更加會綠隊插枝沙嘅一種風格係乜嘢？其實我哋講嘅個財哥啊，因為我哋冇錢搶人，嗰時我哋冇錢都冇辦法要求人啦。因為我哋咧教費幾少，票高人幾少啊？唔係從我聯合報啦、中國時報啦，問嘅幾有錢嘅吼，嗰時而邊咧教費幾多？教費幾多是投個人幾多？幾多是唔可以選？你可以託咩？係啊，你可以託咩？見嗰邊咧，唔叫咩冇錢咧，嗰時投個人都唔拉拜託一下咧。係啊係啊。我必須吼，我同佢總編輯佢熟啦，唔拜下拜唔拉拜講，我嗱寫一篇文章啊。沙狀即個寫。係講寫一篇文章，我講好啦，我那個部分啊咧，都安尼，即係講冇錢哦，佢難辦事情啦。全部都風光嘅啦，尤其後生嘅人哦，只係講唔得俾人嘅前途嘛，冇實維持嘅家庭。係啊係啊係啊。嗰個一定要為咗真實嘅投入。老人家咪，我哋是時間佢多啦，佢閒啦，但是冇能力嘅。唔過我發現到講，其實吼綠隊插枝哦，吼，係算是我看過嘅，我哋講地方嘅插枝地位哦，算是伊啲排班啦，然後 section 地位最強嘅。好，等於如果佢做以前，如開始去隔天用彩色的相片搭我哋那個文字，當初我想到用安尼嘅方法。因為我哋呢綠隊文教基金會可以講睇我哋綠隊體系最健全嘅人民團體啊！我哋呢財務佢清楚啊呢，我哋3年一定開會一次，開會嘅時陣，我哋董監事都會看個賬啊，可能呢支出、收入有檢查冇安尼。如果財務佢健全，我哋有申請財團法面啊！我哋申請財團法面咧，好處都講健全嘅人哦，亦可以報所得稅啊！嗰度有企業家的都會保養健全啊！睇到我哋唔會講亂花錢啊，因為相信咧亦都會健全。健全我哋有錢嘅時候都可以做事情啊！如果邊咧講都有財神。嘿，冇錯，你看好了，真係個上癮看啦哈。你要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下，咩其實我哋講綠隊文教基金會吼，其實係一個歷史悠久嘅一個基金會，其實伊可以經過廣東話人清朝嘅事情，好唔好？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下好冇？我哋一個歷史。係，因為我記得其實綠隊文化基金會頭當我哋嚟即係有共同講話，那個綜藝廳咧多國基金會嘛，後來等於入選我哋咧綠隊文化基金會嘅前身。
好，他的多国基金会其实有啲前身，懂冇？黑马个会啊？科举会。哦，科举会。科举会如房香云亚国的后代子孙啊。伊房香云考到进士以后，如去北京的，连子孙都无到台湾的啦。啊，以房香云考到举人的时间，伊如代表福建，因为台湾其实甲福建个困难，所以代表福建的名额去进京考试啊。啊，好多人都唔甘愿啦，因为佢举人有个名额限制，名额啦。加名的名，如果有按名额限制呢，吼，伊讲行业应该广东省的，唔应该我哋福建省的啦。啊，如唔甘愿的吼，如讲打官司，讲嗰個房香云冇資格推給我哋福建人，啊，咱唔要打官司咩？啊，打官司要錢啊，我哋行業人手都要團結啊，都冇款啊，都要打官司。啊，結果還冇打到官司，啊，你講係你贏啊，你講你去台灣出世，本來都特別福建省冇講冇問題啊，冇唔錯啦，啊個真狂，嗰個官司都唔是打，啊錢都存下來，都做緊啲獎學金啊。嗰種其實對科技費，哦變成黑人民貴，後變成中醫師透過文教基透過基金費，哦六隊中醫師透過基金費，黑人啊變成更加咩六隊文教基金費。嗰種也基金費真係喺啲200-300年，伊哋有啲歷史嘅，伊哋差唔多200年。哦，從冇唔錯嘅嗬，因為其實台灣講有基金費，很多人真是冇簡單，同時伊拍呢啲雜誌，嘛繼續到本我哋6隊嘅啲文言，我講上一寫6隊文章嘅言語，啲可以啲發表嘅地方。嗰種我哋基本嘢咧，沙狀同人哋發現到講，其實基本嘢我哋看到嘅6隊雜誌，而家後輩嘅啲歷史，其實同我哋6隊嘅歷史係歸咩嘅？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到節目，我哋6隊雜誌嘅文蘭人沙狀，在當日現場同人分享6隊雜誌而家嘅由來。我想請問一下蘭人姐嗬，因為其實我哋現場嘅幾多人啊嗬，如唔係講一本雜誌啊嗬，都係一樣對人變成我哋看到嘅雜誌。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睇有少嘅下講，一過程係樣啊，好冇？哦，一雜誌哦，要感謝總編輯啊。伊都係靈魂人物啦。唔錯，係。啊，總編輯最難嘅都係寫一個封面人物。啊，封面人物呢，最少係規定啦。一般嘅作者吼，寫文章同個圖片啊，都4頁啦。封面人物呢都6頁到9頁，因為伊比人個多。唔錯。表示個有安尼價值啦。但是也唔可能講安尼無限制，安尼無限制，變成也專輯啊嗰啲唔可以啦。嗰時候講封面呢6頁到9頁，啊6頁到9頁，你最少要寫5000字嘅詩。你寫5000字嘅詩，其實迄種講唔係講隨筆哦，即個寫也幾簡單啦。但是你這個唔要寫，唔要寫呀，唔要寫封面人物嘅也豐功偉業哈，啊伊講嘅東西，嗰時候冇簡單。以前講中文有一定嘅水準啦，可以寫出來。冇唔錯。啊嗰時候裡面呢，我當嘅嗰導演唔敢嚟啊。啊，我哋呢編輯費也幾少啦。以前哦，我2個月出1期，啊1萬元嘅編輯費。啊編輯總編輯還要處理啊，啊你可能講2-3萬元，分給1萬元哦，也唔係咁簡單啦。嗰時總編輯方面錢幾少啦，啊呢方面要寫幾篇文章，啊幾篇文章係寫嘅吼，呢排有幾唔係想講來過啊，每年嘅過吼，幾文同圖，幾。從嚟寫嘅，一個人讀一頁，一個頁，都會有48頁，都可以出一本書嘅。那如哪本嘅印刷廠，一人一編排，咁樣印出來安尼啦。咁係咪同我哋蘭人姐，係咪同我哋小姐一下講？譬如講有人出到按到期嘅6隊雜誌地步呀，嗬，唔知個有印象幾層嘅啲封面人物嘛？哦，如一個講相對人哋講過樣啦，睇到都中醫仲是醫生嗬，嗱佢咁同我哋講。啊！你封面伊人3胎做醫生咯，
伊阿公、伊阿爸个伊，还伊阿哥也做医生啊。等于讲三头有4个医生。比如讲，含过世时间，你出生活个时间，伊阿爸在看病啊，有了在神来健康啊，啊也没得输钱的吼。即个感觉到讲，也嗰种铁贵一样安尼啊，头感钱啊，啊感觉到哦，伊按慈悲啊，按因为头摆拢过哭咩，啊头摆无肩膊啊，啊伊咧感觉到讲，那个钱铁贵，有头感，哎呀爸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都早唔伫啦，那个哦，那个人只是讲过慈悲，故所以还被他也去做医生的时间吼，啊，就感觉到术德兼修啊，今个医生哦，有医术的人更多啦，因为仪器很发达嘛。啊，但是有安尼土地以后，个社会是啦，唔要讲无啦。你讲田园有安尼做医生的本质啊，啊讲佢共通啦。啊，伊做嘅医生佢退休你讲，伊讲唔要讲唱等病人来看癌啊，啊出去访问的病，因为伊做精神科医生啊，嗰时候为嗰度长照中心吼，访视嗰度病人啊，即系更难得的人。佢创业为医生咧，把一天每天嘅人尼普载体嘛吼，可是等于你讲，等要飞到做业为访问，等你一天都一定嘅服务嘅地方去访问伊，去协商嘛，怎么？没有，我哋睇人路路考哦，你廿8開醫生咧地方咧，嘅醫生過嚟哦。係，嗰時幾億都考訪問伊。幾億都考，對，特別幾億的路幕去嗰邊去做訪問。其實你真係幾有意思呢，吼。係啊，伊哋咧路個獎呢，巴洛克式建築，因為有錢啊。早期嘅幾有錢嘅人㗎，因為你看總統都來這樣嚟講啊，我發現到講，家中啊吼，伊真係萬世冇看過爸爸嚟做事，吼。伊萬世都看到嗰種人嚟講，過苦嘅人家嘅苦日的，吼，嗰時等於講，伊做醫生嘅時節，長期冇看過迄個苦日嘅醫生嚟講法，遇到醫生都認為講啊，如果來賺錢嘅呀，吼，如果賺咗錢，如果去上書啊，但是對呀，為真正就看到爸爸做醫生，同時嘛看到一條啊，你講民間疾苦，吼，民間嗰個苦日嘅人，伊歸做醫生以後，伊係個心態都真是完全冇同樣。係啊，我都咁樣講，啊，你上天就是把你生出來要當醫生的，救人。我覺得安尼修為啊，吼，真係都卡修出來的。係啊，天生天養的啦。啊，嗰時伊得到個傑出醫療貢獻獎，啊，天嘅來介紹叫徐雲才老師啊。徐雲才先生。叫徐雲才先生哦，一路慈濟咧，他也是得過師鐸獎啦。佢有愛心的欣賞啦。啊，伊連同我哋咧結咧一樣咯，其實也欣賞嘅時間，都同我哋錄到文教基金會有結一樣嘅。以前我哋錄到文教基金會嘅時間，伊都睇做董事啦。啊，我哋錄到經，啊出嚟我錄到差唔多，差是冇錢銀嘅時間，然後講到幾10萬元出來啊，嗰度安尼啊，及時救火用嘅。冇錯。嗰時伊同我哋錄結一樣，啊我哋波頭伊出來後。哎呀，有的來都做長榮航空的總機師啊，也夠賺錢啦。伊都退也未賺15萬元出來不該等，啊伊也有賺啦，啊伊都冇得有全部賺啦，都差唔多20萬的啦。嗰時我咪講到，咁冇簡單的人啦。係啊，可以做以這個，我哋講得到師鐸獎以後啦，以後喺慈濟去做乜嘅工作？伊喺慈濟啊，伊做伊 TP 嘅呢慈濟教聯會員呢，等於講，伊過做起路去慈濟，對，過做起路去慈濟，啊，已經個80人歲呢，伊慈濟派30人嘅呢，啊，已經個還要開茶做年去做事情了呢，都做慈濟嘅志工嘅事情，啊，伊都卡有6分2天，全部無償給慈濟，總計我哋講沒錯啊，好多人都沒錯啦，唔應該都沒錯，特別嘅有一種錯啦，都本慈濟去做啊呢。啊，咁安尼唔會查啦，因為佢老年啊，所以也都講過身嘅咩吼。葉慧芳以前喺屏東縣政府嘅警察局去做刑事組長啦，啊退休嘅，啊存到伊嘛，啊伊哋來地窮啊迄人，但是好生嘢出去做事啊，佢做睇到咁樣個項目，啊有慈濟人窮啊都出兩個查啦，就他個人窮啊去做善事，伊窮啊去做可以講天助朋友的事情啦。個還有呢，因為其實我哋來西本嘛吼，劉耀東博士吼，因為
给刘博士哈，伊73年都得到个国科会杰出科技人员奖。啊，都应该我40年嘞，跟他直播。啊，以前嘛有做我哋呢董事长，啊，伊就卡有迄我哋6对插枝的粉丝啊，对 T 去到这边去都有听呢，来访问也可能哦，你要一个插枝，人家插枝我就考虑冇安尼。故所以亚洛讲，如刘耀东博士过身过后听一样啦，有啲问到用伊个名的哈，纪念亚洛讲，如也系同样生意安尼，得100万。咁我哋文教基金会安尼啦，故是我哋基金会如果安尼写名人哦，帮忙安尼支持，安尼一直撑下来啊。从下尾我哋讲刘耀东博士啊，伊这个本身系研究乜嘅呀？要农业科技方面呢，嗰時早期研究我哋農業科技，其實對我哋台灣嘅農業來講嘅話，其實也要貢獻幾大呢，嗬。係啊，以前都讀農專、農教、農專，伊叫做講中心太好幹嘛？然後伊哋告訴佢賞識伊啦，伊天分都行農業方面呢，人啊，嗰時傑出科技人才獎。我講唔會查啊。係啊，佢真係哋從阿哋認出，而且幫我哋鼓掌嘅人哋咯。咁第三名我哋呢，伊啲文水貨伊啲畫家呢，嗬。係。佢畫家嗬，因為伊都上校啊。哦，伊係軍人。係軍人退休嘅。啊！伊喺神松收獎嘅時間，佢人狀況講，唔知原來嚇，做開兩日，我本神收獎啦。伊講我唔係，我一陣做過收獎啦嗬，我都唔是畫嘅呀。佢做下一路，就那個也志願同也娛樂啊，睇畫嘅方面啊，嗰時一路犧牲講我唔係神收獎，我做一個雙教路喎，一路個更加睇高雄佢嘅畫室啊。如果啲畫室唔係人要數個多上嘅，啊已經係啲班文人啦。不是，等於你講，伊其實希望講，伊喺人生嘅後半段嘅時間，要做伊最想要做嘅事情，做我以為挑嘅事情、工作嘅事情，差唔多做到幾都好啦，伊都可以退休嘅，好，都專心做以後嘅想做嘅事情。可是我想問一下，因為而家封面人物嚟講嘅話，有規定講一天要行嘅嘛？有啊。我哋規定一個方面一千行人，如果你講科技人士，我攞研做唔得。係，可是如果我喺度睇綠隊冇，冇聽，只不過而家行人本地行人，又要講客話，我要講客話，冇講唔再講客話都唔做行人，我講客話行人，這是啲行人，難可以。啊，你喺度聽咧都冇要緊啊，從來有啲李桂瑞，總裁，一路喺度嚟美國啦。當時嗰個講客話啊，我本來要介紹嘢啦，因為冇時間。一路給他做個精密儀器，專門對個青光眼啊、白內障啊，還有視網膜玻璃的鐳射個機器啊、個儀器啊、個精密儀器，跨國企業，伊咩過賺錢。啊，伊經我本身都喺度地美國啦。嗰時啊，伊過要講客話，訪問嘢時都講客話啊。咁伊喺哪邊嘅行業哦？伊哦，伊嗰種李桂咧，廠子的協議。對協議。廠子的協議。嗰時從一條書方面嘅人嚟講，一方面一天要學習人事嘛嚇，但是我意思講，伊係咪一天要綠隊嘅行業，還是講其實北部嘅行業嘛可以？我哋是盡量先綠隊嘅行業，因為真係故鄉人都故鄉情啊。係錯。啊，迄陣講下部接唔到，因為做嘅封面人物嗬，我唔知道，冇案件單，冇案件單，真係。有時嗰種有一兩嘅北部行業，反正行業好容易做唔得。不是從我哋沙莊嘅一個說明地方，我哋都發現到講，其實綠隊雜誌一定真的是可以簡述以係嘅綠隊嘅雜誌。可是連封面人物唔單止一定要講學法，我講學法學習嘅人士，其實還有最後係咧睇我哋綠隊嘅。首先下我哋行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6对插字嘅文兰沙种，来到了现场同你分享我哋呢6对插字嘅一啲印象最深嘅封面人物嘅故事。我所想問下沙種因為頭我哋已經有講到講，之前嘅阿邊講有聽說過一段時間嘛，後來伊都出於編嘅啲6對風雲嚇，咁6對風雲插字同6對插字。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兩個插字其實係6對來算是一啲佢重要嘅兩個插字，而係路線上面有乜個差別冇？我哋6對風雲同6對插字兩路上都有分量啦。阿邊個點解6對插字就隨意？冇唔知。睇下先練習嘅啦，好練習嘅，喺度有即個都成啲門戶啊。本來其實也有帶啦，也係貴人喺邊一邊啦。我哋兩個冇共樣，我都講。一定冇菜色，我哋咧菜色的，因為我哋是一個團體嘅基金會伊這個是獨資的，嗰時也可能財力冇咁雄厚嘅，嗰時伊哋冇菜我哋菜色，另外咧6對風雲風雲嘛，都風起雲湧啊，嗰時伊啲內容安尼各有意思嘅，伊啲可能特別嚟講話咧，感覺各有味道呢。我哋咧插字上，我是拒絕一個有個爭論性的文章。我哋咧等於講，如藝文天地個休閒啦，我哋咧名啊6對雜誌嘛，都插字都插文嘛，乜都可以寫。天文地理只要你安尼，你我哋咧風俗是習慣好，特別我哋咧可能佢爽快，或者心情佢愉快都可以寫。6對風雲也是一樣，但是你差別都講，一定可以寫爭論咧，或者唔可以寫爭論咧。可能兩個最大唔同樣嘅地方。6對插字，你一開始等於從頭到尾的內容，這一開始有講到講，以此你變成一個他人一個文章可以去發表一個地方，哈，嗰時重點嘅係也係文章嘅一個性質，哈，嗰時而唔係真正來嗰邊同人討論乜嘅政治議題啦，哈，冇得討論到事情，你最主要係希望講，他人可以把這個想到講到嘅事情，這個故鄉嘅事情，有一個地方，哈，他人可以共同來發表。佢從這個乜嘅時間能開始寫文章啦，來投稿呢？你這個本來係咪我能夠專科人士呢？其實我數理組嘅人，我從細都數學夠強，自然夠強。我文章除咗新加坡我寫作文以外，冇寫過篇文章。嗰時我感覺基本要談到一個路也是很個稀奇啊！我感謝鍾正斌的阿邊個阿哥啦，鍾正生啦。鍾正生以前喺屏東嗰時拍一個屏東週刊啦，而個屏東週刊都針對人屏東縣的所有嘅社會，冇分客家唔係客家，就講個社會地方嘅事情，小朋友給小朋友投稿，有發表原地，有給予稿費了。然後我哋欣賞錄下個學校風雲，唔係學校裡面的大事。如果學校有乜個喜事啦，或乜個期末發通啊，欣賞錄下呢。我都感覺到，以前我唱到藝個奇怪啦。我問鄭正平講，哪個人我唱到藝，我也覺得一個有咩唔對啦。我都講，因為我係寫個。6對給屏東週刊的校園簡訊咩？寫以後見寫都見來見順的啦。見來見順我都會向外發表，我都投稿到聯合報同個國語日報啦。聯合報同個國語日報的稿費貴多啦。我當時真的是為了賺稿費，嗰時我上網投稿嘅6對插字同個國語日報。個國語日報呢，阿邊的時間啦，阿邊做總統的時間，開始推行個母語啦講本土語言文化呢，佢有一個鄉土版啊，你不寫出來就好容易的啦。我都講台灣因為唱好容易，怎麼還不寫到好容易的？我都自告奮勇，我都投稿，我哋客家嘅語言諺語啊，咁我哋客家嘅宗教禮俗嘅相關咧，我投出去，結果投出去後，佢編輯佢感謝講，有客人會投出來呢邊那個可以平衡報導。我同聯合嘅國語日報合作個兩年，都專門寫個鄉土版的啦，還會寫客家諺語，比如講還有語言文化的諺語方面專門講，所提所別個，誰面誰語個安尼啊。
幾佢神奇呢吼，佢神奇幾時節啦都吼，可以唔錯，係，因為佢我是母語學嘅客家母語啦，啊佢我哋學法同國語又合起來啊，可以寫出來，我數體數表講，四面四語講，也可以寫啊。我咁樣唔會諗，我拜如果寫啲諺語出來，啊國語我都感覺到唔會諗。合作得很愉快。真是，因為其實國語日報來講嘅話，國營業日報來講嘅話，當然中間喺法文最多啦嚇。嗰時其實因為政府開始嚟推行啊，等等我哋講母語教學嘛，嗰陣講同我哋來源者有講啊，其實大部分係河洛話。但後來又咁樣寫出，你講本來講我哋你講理工科出身嘅嚇，但是後來寫文章越寫越有心得嘅。咁即係有關你講關三縮嘅一啲文筆，冇得講寫乜嘅東西，即係對你來講夠容易咯。其實點解講下水筆啊？因為講好遊山玩水，心情嘅水筆。好了，嗰陣講下遊記啦，我又講好翕相啦。我即間因為講我翕相唔會差，嗰時我文章點樣嗬？從日嘅我講到尾，因為我啲過量唔立白啊，我講我負責試頁啦，試頁裡邊都有文和圖，都試頁呢。試頁要花幾多雜誌啊？差唔多200雜誌，存到一頁吧吼，差唔多1200雜誌咧。我差唔多寫，我看我嘅文章，我係想去呈現嘅圖片嗰度啊吼，我嘅詩啊都寫過少。喺我係想去講，呈現文章嘅時間，我這邊都過少嚟啦。反正下邊都需要，我也唔想講，嘅文字寫清楚。相比有細雜嘅安尼，細雜我講冇意思，因為我注重嘅是講圖文並茂安尼啊，圖也要佢講，詩也要佢講安尼。嗰種我文章我即個我一整啦，差唔多一張照片，一組雜詩安尼啦。可是我哋講，其實從頭到來源者意思講嘅，其實我哋地方嘅雜誌吼，真係都冇人啦，又冇字眼啦吼。咁你一路行過來，來源者有乜嘅想法？感想，我哋都請講過簽到總編輯啦。因為我簽到總講前鐵少啊，前鐵少都因為我哋呢係基金嘅人民團體啊，我有跟呢企業家的挹注資金啊，我哋都簽到，簽到編輯費多，編輯費多嘅時間，事業都有人來啊，因為編輯費冇，嗰時我哋拜託嘅呢，編輯拜託，更加有個編輯吼，陳良真老師。本身喺國社會線上，伊啲見到佢巧用，一顧生意，一顧路卡，一顧學教，一顧裝備一個，伊講個辛苦，希望我哋再簽過一啲總編輯啦。今日我哋也簽過嘅總編輯嘅，簽到，但是簽嘅吼，我唔知可以做幾多年啦。是我這個機會吼，其實講可能就斜槓人生哦。還咪嘅老編輯喎，係一種我希望如果一直變下落去啦。但是吼，我想要最尾睇啲節目最慢吼，想要請問下來源者，從即個可能也俾文教基金會已經200人嘅，好，同時伊大下尾伊啲我哋6隊插絲嘛，出嚟按到期。唔會希望我，因為但是更加人啊，真係講大部分都喺網絡上面看文章啦，吼，冇嗰種東西。咁即個因為講睇伊啲新嘅伊啲。算是一個天路時代嘛好，吼，新的一個風格的時代嘛好，從我哋嘅傳統嘅一個雜誌上，也要讓佢轉變。因為我哋見解始終嘅台人，大人科技大學副校長黃國光做我哋董事長嘅，我哋呢名啊，我哋呢一個雜誌啊，哪有標啊都大人科技大學網絡上面，迄陣講黃國光校長，迄陣講。下台啊！如果以前冇做嘅，冇標唔係幫你標嘅時間，我哋可能也冇錢標。所以講行業所以樣嘅，因為唔標我叫雲端而錢嘅呢，咩唔是錢呢？最後講我哋迄啲螞蟻雄兵啊，唔係講有財團，一啲財團，嗰固定咧出錢挹注資金啊，反正董事啦、監事啦，有也是咩一下出1萬、2萬、3萬、10萬嘅都有嚟錢。所以可能我哋呢經費來源啊，可以雙面啊，唔可以雙面，係看資金來決定。但是我感覺到幾可惜嘅一點，講因為吼，其實等於我6隊插枝也按多年來吼，出來按多看，從事也按多看啲波呀吼，其實都真係記載我哋6隊菜啲核心人士
佢重要嘅一啲事蹟嘛，無論一啲嘅生平嘛，無論一啲真實可以本他嘅人啲嘅一啲故事，呢個故事因為以前從安尼雜誌啊，你講安尼文刊嘅雜誌、書頁雜誌，伊真係愛拿到嘅人，然後讀得到，同埋冇拿到嘅人，伊都看唔到。但是有時就更加做冇也冇問題講，因為其實有啲時間，比如喺網絡上面，我可能冇拿到一本雜誌，但是我可以喺網絡上面看到一本雜誌。尤其係講，譬如講有啲人喺美國咧，喺日本咧，或者其他地方咧，伊上面可以看到一本雜誌，同時嘛可以知道故鄉嘅事情。係冇唔錯。最重要嘅一啲是像頭先講嘅，有啲醫生咩睇有啲我哋講科技人士間喺咧睇美國，錯冇？美國類。係啊，冇唔錯。加上講有啲生意咧，無論伊哋有啲朋友，伊可以分享網絡上面嘅內容俾你都見講原來我哋嘅爸爸以前有本人報道過，呢啲最重要嘅一啲事情。節目最尾啦，嚟現在有乜嘅話同我哋觀眾朋友講？如贊助我哋呢綠地雜誌，多聽啦，真是多聽一件事情，真的用行動去支持啦。對，那最重要嘅，做得多嘅時間都可以贊助我哋基金唔錯，因為我哋呢錢唔會亂花啊，嗰就可以佢表示嘅減本我哋贊助我哋啦，我贊助嘅錢也可以補所得稅啊，也都係希望。伊個彩鐵雜誌其實要拍下，伊真是冇簡單，伊唔單止要用人，去啲邊下雜誌，同時一定要有資源，都可以把下雜誌印出來。嗰時家種講唔認同啊，等喺綠地雜誌嘅話，請一定要多多支持啊，等彩鐵嘅雜誌。今日感謝我哋來源者來同我聽同分享按到綠地雜誌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嚟欣賞來，傾下認同哦。看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